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來嘅》，我係吳依容。今日來到現場同我打招呼嘅，伊係一位畫家，咪係台東縣太子園油畫協會理事長賴志勇先生，歡迎賴先生。新聞5小時啊，我係賴社長，我來自推動人哈，今日非常歡喜哦，來到因客家電視台嘅福喜來大家觀眾朋友打招呼，新聞大家。多謝賴先生對台東來，好。係啊，今日搭咗坐8點鐘嘅火車，係啊。辛苦你嘅賴先生喺到台東許久嘅哦，32年咧。我差唔多40歲家下過去哦，今年73歲咯，嗬，過去33年咧。唔過你係哪年？你帶係竹東係咪？是講我係現代嘅祖籍係新竹人竹東精英啦。竹東精改變出客家人嘛，嗬。一直到40歲家，我就離開北部其他地區，去到推動我現在係新竹人竹東精英。就係竹東態嘅。我哋竹東狀態，一直到19歲嗬，19歲以後就離開竹東。以前全部看過世界哦，因為我19歲家是特別文化學院哈，文化學院哈，加去讀美術系哈，將提拔離開自家嘅故鄉，特別三亞的人哈，三亞的啲啊哈，就冇出過社會用啦樣係。你係自細就動好畫圖哈？畫圖係我嘅興趣啦，因為有人講，一方面個人嘅興趣。天點是講也有本武漢人嘅影響啦，天點影響到我嘅人係我睇過，佢今年要84歲咯，嗬。佢嘛國立專美術科系畢業嘅啦，嗬。我從細看佢畫圖畫到睇嘛，天點咯，我也當幸運啦，嗬，到竹東高中家。又讀到一個美術老師，蕭如松老師啊，佢哋也是非常有名嘅，佢過身嘅啦嗬。前2年係100歲名旦，咁樣啦。所以在種種嘅機會之下呢，我老師係鼓勵我係考美術系嘛。所以今年我是民國59年，我是離開竹東，去特別考嘅，唔係是考到文化學院美術系咁啦。咁嘅機緣啊。因為像我細時節啦，嗬，咩有嘅哥哥啊，伊咧同我畫圖。唔過伊講，伊想要偷嗰種美術，嗬，睇人嗰個間唔下200嗬，嘅畫嘅多曬冇，嗬，間唔下唔可以讀到安尼嘅情形嚇。那同樣啊，但是哦，可能你嘅社會嚇，你嘅好有讀書啦，好啲講為了成人嘅方向嚟規劃啦。其實好有讀書，佢是擔心小孩子以後啊。讀美術系啊，冇辦法傳承人啲啊。但是我哋家我冇讀書嘅，啊，佢反正係做苦力嘅。佢是對人生係大病天年。佢也唔知美術系係乜東西，考到嚟其實又蠻做牛做馬，佢病咗都全部易讀啦。所以你係佢也啲講，因為佢唔知讀美術系以後又變咗嘛。你唔了解嘛？說你的父母親會想說可能很麻煩，找不到工作或怎樣。尤其在那個年代哈，所以我也冇呢一方面問題。考到嘛個就是做牛做馬，佢計到錢嚟變出來住宅費啦，不願意讀書咁啦。唔過我後來讀嘅美術過後，其實唔做過呢種冇缺用嘅事情咧，嗬。畢業過後先做嘛嘅條路。我人生嘛，講講我自家當驚訝哈，我都驚嘆我自己世界有冇樣啊！我25歲哈，都普去退伍嘛哈，1年10個月退伍以後，我開始是做相關的廣告設計、印刷業務。我也自家開一家小小的印刷廠，加正當行有賣那個帕馬達平板快速印刷機。我是請一支嘅股東嗬，但佢哋當邊喺度學睇啦，佢哋可能係製版廠嘅頭家，係紙行嘅老闆嗬，佢哋反正我負責設計嘛嗬，所以嗰時有做到印刷
噶民间都是青年都是扮演噶下的哈。但是这个冇做好啊，噶穷苦人家子弟啊，冇社会的经验，冇社会的背景，因卖记起遐个标费落诶。所以也轻甘冲啦。所以开始就包括从事了广告设计、印刷业务哈。到30岁嗰年啦，30岁嗰年係1981年啦哈。我香港人可能好流浪一个名人呀哈。历史上不是有5次迁徙吗？就哈。某个时代米克变款了哈。我就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也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啦。提点大概想讲，可能会去个餐厅打工啊，一般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早期留学生、留学生啊，去买餐厅打工嘛，是吧？我也嘛穷用了哈，什么做了3两年，但是当幸运的，当幸运是讲，台湾的报纸啊，就米间纽约啊哈，开始程度出来了。早期是有联合报、世界日报，还有一些左派的报纸是程度。也有是打着中立的报纸，也有像中国时报啊，嗰度专门有开始过起来的哈。嗰时有报纸有真人才，刚开始落去，刚我当然先从插画啊，嗰度设计啊，那是我第一步踏入新闻界的姻缘呐。而且到青年啦哈，因为嗰当初嘛为了潘丽卡啦所以因为签透到做 sponsor 的哈，一切都袂样讲做个球啊，互相谈条件。我是去到1987年的球业分享专栏，所以差不多都该待了7年啦，7年制球啦，OK，嗰是年间又系做新闻界的编辑台的啊，因为后来我从美编转到文编啦。美编就是你知道吗？画插画、设计广告。文编你就是开始要下标题啊，你开始，但是我没有走采访这条路线，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英文程度不够在美国这种社会啊，跟下回用英文语采访啊，所以你去的编辑太好斗人了哈。后来是报禁解除的嘛哈，甘烟读1988年隔年呐。台湾的报禁解除了，嗰时程度报纸出来啦，提到按照《智利早报》，我是读《智利晚报》，《智利晚报》动工年内的哈，其实《智利早报》系《智利晚报》年代的头家，他想再弄个早晚报，所以我也加横跨早晚报，结果转了以后，提2年，1988年1月13号碰到我们那个蒋经国过世。刚我读又是来辅这个版面，开始程度不是了哈，开始的智力体系走全球走30年、4、5年，刚开始42岁啊哈，开始有机会啊，开始转到东浦就叫个花莲那边的盘地方报纸啦，我是在在为了去填修的啦。冇想到人家喺花家，唔过喺新闻呀。对台北，又去到美国，又回到台北，又到花莲，又到台东安尼，走一大圈安尼呢吼。可是这就是有时候个人命运的安排啦，我唔晓有人讲反正我想法是讲，你都嘛该团一直把你的业务做好就啦，你觉得到那个阶段的，你担任什么职位哈，你觉得让你该职位的工作做到淋漓尽致，做到非常好。做咩变险？刚开始爱做人做事的宗旨啦。你还没喊做过几年的导游啊？开始讲后来报社是离开的嘛，就但是因为按照报社新闻发稿、写稿和周边人际关系方向方面，因很有能力处理文史方面的哈，就是我是做县政府推动县政府的。新闻口去负责个县府有大概也有一家刊物嘛，看我资源去写稿，他要供给其他报社嘛。而且到60岁了哈，60岁以后我是常常因为前走以前我是有考到个导游到领队执照啦。我中英文都用。
那就是那时候是姚嘉文做考试院长的时候，我就考上了。OK， 哎呀，没用啊，反正备而不用。都60岁离开个染金服，嗰个社区的生活就那种冇来带客人拿好哈。带银行个啫哈。所以个银行来吃，3部分啊，一种是欧美的，一种是台湾的，还有一种台大陆客。大部分我经验是个感受当深啦，个3种人的个大概粗略分，给他剖析啊，做到，噶也有连带关系，因为当一大银客游山玩水也好，看台山台河也好，你基本都会感通嘛，你系你。脚踏你个地方，你系你的故乡。我是日久他乡变故乡啦，因为刚才有推动已经30年的嘛。嗰种感动是种，当初为了去考美术系。考到美术系，你25岁退5岁，往选头去咧，你比从来唔去卡旗，我有卡笔写文章，你没法度。我是感觉我身边都有遗憾。新冠都有遗憾，当然面对的是讲按这样的风景推动成这样哦。主持人啊，5角人有喊的，搁那看很好的。那种该为什么不把它留下来？你就起了这个头，就嘿，可能大家谈去研究上讲，也唔免发假哈，做按度目标用的事情，应用嚟几多发假，都已经起了一个头哈，大家聊一下，我们等下过场来欣赏来讲伊精彩的故事。欢迎多进来福喜来嘅现场，今日嘅来宾呢系画家赖世勇先生。做到先生又讲到好，绕了一大圈，里面感觉讲，俺弄画图一件事情离俺安远呢，所以重新想要找回来。其实更早，系咪？你睇美国的时间，都有专门去画图一件事情。所以两种的东西啊，你一个为开花结果哈，系因为有叫种子啊哈，埋在心里面的哈。你都经过是容易讲啊，佛教讲的，你埋下一个种子，经过阳光、空气、水怎么样，它就萌芽了嘛，一言既足啦。到了美国去，美国更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更是艺术巅峰的极致所在，而且我工作地点又是在14街SOHO那一带，我的报社啊就在那边。你想想看，我是在那个环境一直都被刺激的人，假日也会带小孩子去看啊，这样子。那一直到了，再经过我们在台东这山山海海这样，我们这样宣导，你干嘛不画图嘛？你不画图对不起自己嘛 ？OK， 也觉悟啦，你人生总是要留些什么东西嘛。我写新闻，今日新闻，明日历史，没有人要看嘛。老实讲啊，对啊，我们写过多少新闻稿，编过多少版面，但是如果说我画一张我喜欢的图挂在墙上。挂在哪？有一天也是我的孙子会说这是我阿公画的，这个是很好笑，也许很好玩的，就是想画。我刚刚讲说，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投入的 ，OK 哈。好，既然这样子，我在2016年的，不是2016年的年底嘛哈，我就开始一面带客人，一面在画画。那客人有的不高兴啊，你不专心讲，就是那个导游。你可以讲解时间录一篇题没有，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了某个定点哈，当然我们会放客人出去我就利用这20分钟，马上 sketch， 马上上蛋彩这样子啊，这样子下来半年下来也很吓人哦。然后我把它贴在脸书上。这些朋友就说奇怪，你会画图啊？我说我儿子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会画图这样，就是把它当做工作中随时在做一个 memo 做一个记忆这样子。后来我朋友就觉得太惊艳了，他说你干嘛不开画展？我说拍一下，你不要害我好不好？5年以后10年以后再来 ，OK？ 他说不行，他马上带我去见那个美术馆的负责人。他就马上安排推动哎，推动哎，在2016年的2月2号，我第一场就是在文化部所属的生活美学馆
就这边开了，啊，第二场就在高雄开的，哦，所以是这样子来的，那就这样就越滚越多了，因为我想说，我如果答应你要来这边开画展，我不能拿旧作品啊，或者说开天窗啊，这都不是我的职业道德可以允许我这样干的，所以我就拼命画嘛。所以2016年的2月2号我开第一次画展以后，我到6月我就把工作辞掉了。就是导游工作辞掉了，一直持续到2024这样子的哈。啊，当然在过程当中也发生一些事情呢。我到2018年的时候，就发现心脏瓣膜啊闭锁不全呐。你知道有一种先天性心脏瓣膜闭锁不全症，台大医院要我马上开刀。那时候我更了无人的生死是那么在须臾之间，你当乃是的教训也按不因为没明天亮，不晓得早上或晚上哪时候我们会断气啊，那时候刚好我到个推太医生来讲，很咪做眼袋奖2018年的眼袋奖的手术啊，用我冇保证伊做活到3月份啦，所以我3月初我是赶去手术。所以经过拜之后，我讲了解讲啊，还要加强我的信念哈。因为 MD 是下一秒会发生嘛事情嘛。你既然有开始发图了，你讲开始开始起步而已嘛。你完全那么就是你没好得意的作品嘛，对不对？不能这样夭折啊，说因为3万发图。3万参考资料，你要是按过来啦，后尾你4年呢，就用接个花费的理事长啦，我有感觉我责任要更加深的着，因为你唔係講這個法圖的，因為有那個花卉有沒有經營得更出色，有沒有展覽安排得更順暢，嗰是動作個細部的事情啊，細部的事情那樣諗。你大概是安樣啦，變哪講，其實你再講拿去發別已經差唔多係一般人的退休的年紀嘅，65歲咯。65歲，嗰時候你就會感覺時間唔拉到，嗰時候都係3萬1發呢，因為感覺講此生非我有啊，不是我說有就有啦 ，OK，所以你從唯一的奉獻，你只是引進法，因為法兩條路啊。係非常孤獨的一條路的，非常艱苦、非常孤獨的一條路。你發好發揮，你這個地觀眾朋友在看，你周邊的朋友在看，你賣得出去賣唔出去，種種的壓力係來呢。因為我們當快樂嘅話，都不管佢外邊的世界有咩，你也唔定要進步麼，你也唔定拍啥法律有咩嘢，你也唔定我背市場，那你就是。鸵鳥嘛 ，OK， 所以要關照注意時間長多一點。我講呢啲係發出短時間已經講嘅啦，可能會變到老畫家貽笑大方啦所以我社會經驗好豐富，到65歲以後講正經開始發出今年73歲那是我個人的感想嘛冇停錯啦當到你兢兢業業畫圖畫聲音的很久啊，8、9歲，我老師叫張水喺度畫圖。咁你請好畫嘛嘅，你感覺講唔會請有講書的主題係嘛嘅？我未必歸納講我係專門畫影像嘅，我係未必歸納為講專門畫靜物嘅，我係未必歸納講專門畫風景嚟啫。我除咗這樣嘅東西，我真會畫啦。當然你畫家會好夯到嘅，好寫實嘅對嘛。慢慢你心中都有感想嘅嘛某天的畫案寫實，也許說半寫實或者寫意，或者說半抽象，或是完全抽象。那個是你這個讀山人嘅感想冇可用。你認為講有冇嘢最適合你發揮？經過行路啲階段，你就行路啲階段。咁嘛個美材唔先中意，比如水彩啊、油畫唔如好。你下美材呀，
也真进步啊，科学方面也真进步咧。因早期因为摄影家因为发个油蜡笔啊，家里好多钱的人，好有钱的人发粉蜡笔就啊，因小学噶，嗰度要读有机间的小朋友种地哈，慢慢都消耗以后，因为发个王样水彩啊，个王样水彩，可是大概台湾的摄影这么低嘛，对啊。懂读好专业的，我们高中就有一读美术学校，或是大学就有一读专业的美术科系。你可能是刚好会选择的，你喜欢画油画啊，喜欢画水彩啊，或者现在我听话讲的，当做新的美材出来嘛，比如讲亚克力，比如讲当做给它打很厚的那个底哈，比如用一些接手啊，给。把它变成它的画面的厚度垫高哈。开始有我感觉人家的媒材呀，或者你选择什么素材呀，对，有才艺啦你也莫讲水彩好买好莫玩值钱哈，因为一般人讲油画好值钱嘛，就你也莫很想哦，OK 哈，因为人讲油画都可以保持的比较好。比较厚重，比较凝重水彩没有那种效果。可是现在水彩颜料嘛，进步万邦烟味嘛，所以这材质也很好对啊。所以台湾的水彩系在石川清一郎的日本水彩个1895年石川清一郎来台湾，这等于做台湾那个水彩画的导师啦。他是引进英国水彩画法的嘛，所以后来嗰个蓝荫顶那个就从爱老师提上台，就出来了个嗰个啲水彩颜料真好啊，也有人做啊，所以人家问爱讲，到底有没有选择哪个题材？我这样还怎么画？你要用哪个素材？你看你当时的心境。你要当流行嘛个写意啊，流动的有冇摇来摇去啊？你那东西啊，我40多年前，我的物件我是看过的。比如个气球啊，绑在画布上，要砰砰砰砰打了，那油彩就落下来，跟你流行的是完全相同啊。所以，我知道这个分析是好的，但是因分析性系兴趣嘛。但是因为如何进入比较专业驾驶你这个努力的所在。咁你对这个应该系要求辛苦的人我讲画图10年到半年左右嘛我比起那个老画家画20年呢，画70、80年、50、60年呢，我根本是小儿科啊，我根本冇资格谈那个问题啦。是讲当作我一个客家人的素材在聊天的听啦我的愿望当然也希望成为大师嘛，这么简单嘛就我的作画态度是动人进作画一些技术方面、方法方面，我是尽量去争取比如讲我年代我上到台南建成400年嘛错，俺们一个系今年非常重要的重点，大家了一下，俺们国际说常来先生同俺们分享，而马上我来出批嘅展览。非常多种来福起来嘅现场，今日的来宾系画家赖世勇先生。罗先生有起一个头就是我看到资料，5.9年半年lang来，已经可以26摆，真老美呢，很厉害呢，其实蛮密集我不知道，反正真紧鬼散忙开画展，我睇是讲，睇话放学人，我讲是参是讲，这个对这个的期许嘛，你睇我提这问题，这个对这个的期许有没嘛？我当然希望讲，我的图越画越好，曝光度更多。但是那个不是美影用熊的是有的你一定要去画嘛，提点你要有作品嘛，提点你要有展览的空间嘛。实际点可能还靠一些媒体朋友的帮忙嘛。我马扎丁
啊，可能你如果幸运的话，你法动和经纪公司愿意来接手的话，也是一种方式之一的哈。所以我是尽量去争取画画的展出的机会，所有讲的你讲的2600很多啦。马上12月的，如果有一个动体拍的展览嘛呢？你也爱创业来今年是摆上几摆展览的，好看的一摆的哈。好看的一摆是讲，我有上多了哈。今年是因台南市哈，台南市哈，你看整个以前的台南县包括嘛，也就是原来的台南市，建成400年呐，建成400年，你看给建成从荷兰人来哈，荷兰人是在哪里？1624年落的嘛哈，给荷兰人占据38年嘛，1662年甲奔郑成功。赶出去，然后由那个郑成功来接手，所以已经建成，又400年内哦哈，所以台南，尤其台南等于说因台湾的北京勇啊，嘅古都啦哈，所以当然嘅研究嘅文化啊，嘅用嘅包容性啊，种种啊哈，因为嘅有荷兰人可以学的嘛，还有现代的西拉雅族在这个哈，所以我想吼，切对听到动顶尖的艺术家为参与了这个活动，我就相信台南市政府也会当到在方面活动啦，我心肝都是想讲哈，哎呦，我就按偏远的后山啦，从后山的角度在看台南，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加入？台东是开发很晚嘛，100多年而已。所以我是因为姓强啊哈，就今年10米的3号到10米的17号，就在台南的无言呐，无言不是无言见江东父老的无言哦，是个口天吴的无言哦，公园的园啊，无言。我个人有在展览哈，也是最困难的。该杀落去，我梦见的医药业，我也袂就该。特别是有中油大楼、中油总部、中油大楼有中油一廊，该边又展出2万元哈，沙哈伊的台大医院竹北分院、新竹分院这么讲好咧，我就该边展览，目前我还没正爱主动过众，为了纪念萧老师，又成立一个艺廊，第二份将来转移那个。杰出校友身份以展览做开始一系列，我会去安排下去啦。但是我认为讲台南的展览对我很重要哈，因为提点我冇到台南展过，过去我有展过嘛，所以我这动动来准备呢。加到其他元素啦，哈，加到其他元素度对不对？针对台南一摆会针对一摆展览，如果去拍 V 发地我冇去。係啊，因為我講過嘛，就比如我又想把新竹人台山縣，我切到嘅行台山縣嘅客家莊嘛，我又把台九縣就是花東縱谷縣的客家莊，我會行嗰條路嘛，我又把台南。我就加擺咧啦我講啲古蹟當多咗啊，啲廟宇當多對啊，啲巷弄當正啊，就種種東西我用做畫題材嘛，OK，所以我就行兩條路行加擺咧呀。全部台南市嘅作品我全部有嘅，但是我念頭又改變啦我想加到其他元素啦，我又加到我頭先講台山县来、台九县来，甚至屏东6堆的客家园区客家人那个元素，我想要加落去。所以因为这个场地冇大嘛，是人福田啊，是人福容纳很多咧，我所讲的元素所以可能某一个部分，比如台山县可能4、5幅，台南县就是这样参差的比例。你看我系够想象啦。不过潘发展。除了讲爱画出图出来，其实这种筹备的过程，应该咩动多的注意嘅蛮复杂的所以该个主办单位啊，比如讲，到底要办个记者会冇我想
我台南闽上题不俗啊，哦，我提供对我人才的地方哈，我办画展当然朋友会来看嘛哈，帖子要发出去嘛，有对象嘛。我在台南咪开画展，我们点个帖子不马莎啊，哦，所以后尾我一个特别这个新闻界嘅徒弟啦哈，伊咧专访去到台南市国中国文啊教书的哈，教书的老师，叫老师啊，你要是给他们师傅，用你有的台南开画展，给有个画画界的朋友讲，你还是要开一个记者会。要做现场导览解说，所以也有上那样啦。哦，至于听人讲来讲，开画展当然没是声音的能力啊，没讲发动和其他周边的澳研、周边的支柱全摸，搿挺困难的呀。对不对？挺困难的呀。摸看时间系自家做独立完成的啦。你有场地，你的场地要申请，或是要联系，要人家推荐。有场地的，有日期排出来的，然后有你要画的主题的，然后你开始要着手画，对不对？哦，你可能要花3个月、半个月或1年、2年。作品出来嘞，哦，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了嘛，你可能要做一些公关呢，哦，要找媒体，还有现场的控制员，个动复杂的啦。而且我们这个很简单，到底准备的东西动多，但是我讲所有准备的东西。都比不上那图的发动好，你图要好，就是这唯一的，我感觉系样。刚65岁能重拾画笔，你嘅声音呢？你嘅录卡音，加下喺运用嘅反应，完全唔係爸爸會畫圖係咪？哎呀，我家庭好特殊哈，我有一個妹一個奶咗哈，妹的敬愛啦哈，奶老家姐年齡差好多。哦，當都喺臉書上，我幫他拋出我的畫圖嘅嗰種，咩現場嘅照片啊，或是畫出嘅作品啊，叫做學到啊，這種，爸爸怎麼會畫圖啊？我說我也不知道啊，就開玩笑，因為既然後生嘛，佢我2歲啦，佢用了解佢讀研究所嘛哈，佢用去了解佢特別讀佢幾年讀大學，加上係讀美術系的，佢唔知嘛，佢完全還沒有出生嘛哈，哦，是這樣的，反正人生晚知道也很好啊。哦，咁然呢看講嘅發展嘛哈，日本嘛嘅回饋嘛。有啦，我某一啲又咪嘅咩到澳洲又轉來啲地喺度嚟去展覽，佢會帶他的老外老公啊，跟那個阿多個孫啊來看。我兒子就比較忙啦哈，但是他也盡量會來幫忙。我好煩惱是講，反正我有那嘢社會喺個，我成日唔點解土병嚟回them，我反而都要煩惱啲事情。為什麼？唔點解意思啊？那我煩惱呀事情。因為佢唔點解都畫圖畫到某個狀況嘛，哦。伊也冇乜嘅東西好留本機嘛，咁每日畢業可能是圖題嚟嘛，咁我畫圖咧至少要400種哦，咁佢係講鬧了佢唔用個笑他來買東西要嘅，反而我也煩惱呢事情啊，我一樣煩惱，老外國係煩惱佢用啊，外國佢咪有1000多種嘅圖啊，我咪講咁人都圖用個曬，咁我馬上外貌啊嚇。可能冇人來家嚟講，留佢笑出啦。嗰個沒有韓體畫圖係咪？嗰個沒有。嗰個我聽人講啊，佢嘛嗰啲專嚟啊。係啊。你今年好冇畫圖啦，因為佢照顧家太太啦嚇，冇去當好畫圖。咁唔講唔嘅當然當上會變大師啊嗬，唔使考慮乜嘅計劃。我從大師妹即刻再講嘅啦，即係要個先至講出來啦，哦，大家嘛想做大師，OK，冇大師冇變太秀所嘅，秀太秀啊，所以也冇想象到，我從眼鏡畫圖有機會展覽時的展覽，也唔是那種得失心抱得那麼大，因為畫圖當聊時間嘅，當聊心本嘅啲啊，哦，因為投入時間，哦。
你化妆油画至少要3、4点钟啊，因为油画颜料你要裱框，你要什么，该这么投资下去呢？不要想那么多嘛，反正就尽量画。好，不过到65岁，还做在从事这个兴趣，谈起来其实也算我本人贡献哈。不过也个付出喺来身上会还系过善忙，唔讲做某个事情就系过善忙去做，过认真去做。从喺错尾错尾局受伤吼，开一个小刀哦，但是我脚伤错尾下酒，我教训受损嘛，下酒我完成2张油画哦。哦，是，我法度的认证哦，也你哋法度是法度的路上啦。你法度是法度的路上啦。哇，quite好嘅你耶，非常感谢今日来线上同我哋分享安精彩的故事，多谢。谢谢，新闻医哈。新闻医嘅福气类大家观众朋友哈，新闻大家。观众朋友，加上下来冇准台哦，谈论线上好好运通。各位福喜来嘅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我哋嘅面书粉丝专页面站，韩国订阅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喜来嘅消息。